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叫 Colly， 我係 Passion。我哋今日咧係為咗 CBCC 咧準備一個美食嘅頻道嘅，我哋揾咗大廚咧教我哋整嘢食喎。咁我想問下 Passion， 你中唔中意食豬手啊？都好中意嘅。咁咧今日大廚咧教我哋整一個咧比較少人知道嘅菜式啊，叫做梅菜炆豬手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啊！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充滿家鄉風味嘅家常小菜梅菜炆豬手。首先介紹要用嘅食材，主要材料：豬手粒3磅，梅菜1棵，新香料：薑片2至3塊，八角2粒，葱段1棵。調味汁料：豆瓣醬1湯匙，柱侯醬1湯匙，蠔油1湯匙，生抽老抽1湯匙，紹興酒1湯匙，冰糖30克。第一步要將豬手飛水，豬手冷水落鍋，加入2片薑、葱段同1湯匙紹興酒。大火煮滾計5至8分鐘，逼出血水，與腥味就飛水完成。將豬手撈起，用凍水徹底洗乾淨，擎乾備用。跟住處理梅菜，梅菜先要洗乾淨，切細粒。將鑊燒熱，唔使落油，倒入梅菜碎，用中火慢炒直到梅菜水分蒸發，之後就會聞到散發出梅菜香味後，將梅菜倒起備用。之後下1湯匙油熱鑊，爆香薑片、豆瓣醬同埋柱侯醬，加入豬手，大火快炒至表面微黃，落生抽同埋老抽，同豬手炒均勻，再加入熱水。水滾後加入蠔油及冰糖和八角，轉中小火蓋上鑊蓋，慢火燜1個鐘至1個半鐘頭，直至豬手你認為理想的腍軟度。到自己所需要的腍軟度後，加入梅菜燜多10分鐘。點樣知道夠唔夠腍？除咗自己食之外，可以用筷子吉下，可以夾下塊皮。最後打開蓋，將醬汁稍微收濃，就可以上碟啦。飲杯，辛苦晒大廚兄，我哋個梅菜豬手咧已經煮完啦。咁咧我哋可以介紹下嘅。咁阿星都話俾我聽咧，其實可以有2種食法嘅，就配飯食啦，或者係配麵飯包食都可以嘅。咁咧我想問下你其實配湯麵食咧夾唔夾㗎？夾㗎咯。咁啊好啊，咁啊事不宜遲啦，不如我哋開動試食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拜拜。